砸烂旧西藏，文化大革命狂暴，斗牛鬼蛇神。是的，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在文革结束以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，纷纷念经、尊经、朝拜寺庙。很多人形容他们重有信仰宗教的程度，就跟当年毁灭宗教的程度一样强烈。有一个居委会的主任，据说在砸寺院、斗牛鬼蛇神时非常积极，以至于那些挨整的人表示，即使骨头生锈了，也忘不了他。前些年却耗费数十万元，将日喀则著名的夏鲁寺毁于文革中的一座佛塔重新修护。我还听说拉萨附近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快要退休时开始去转经，有人提意见，他不高兴，向上面递交了一份退党报告，声称年轻时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，年纪大了，宗教这个东西丢不了，但共产党员是不能信教的，所以想退党。虽然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，但类似思想的基层干部其实很多。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如何理解这当中深藏着的精神压力和忏悔之情？当年的积极分子强拔人清的解释是：起先我们认为革命会带来很好的生活，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不是说让我们当家做主吗？那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当官，也可以有很多的钱？总之肯定将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生活吧。可是越到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人在这一世有什么样的生活，其实是因果决定的，都是前世的因才有了今天的果。有福气的人照样有福气，没有福气的人照样没有福气，这都是了因缘。再加上年纪大了，离死亡越来越近了，人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起宗教。可是以前年轻不懂事儿，做了那么多破坏宗教的事情，真是罪过啊！趁现在还没有死，赶紧忏悔，不然以后去天葬台连鹰鹫都不会吃你，那才真是可怜。对此，一位饱受折磨的老喇嘛宽容地说，有很多人过去是积极分子，现在变成了很虔诚的信徒。从佛教角度来讲，这是忏悔，这很好。只要出于真诚这么做，也许可以抵消他们当年所犯下的过错，因为很多人当年都是无知无明。但在采访中，我发现很多人都相当反感当年的积极分子，一提及就厌恶地说，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，所以早早就死了，这是报应。为此，在民间盛传许多现实遭报的故事，如有一个砸过大昭寺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塑像的人，在武斗中恰巧被打死在佛殿门前。的确有不少积极分子今已亡故，这用因果报应的观念来解释，无疑令人安慰。但还活着的也不少，依然很风光的也不少，活得越来越风光，而且丝毫不悔当年行为的也大有人在。天网恢恢，难道偏偏会对这样的人网开一面吗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只是迟早而已，否则天理不容。令人生畏的居委会。说到城市中的积极分子，不能不提到居委会这样一种基层组织形式。这是一个颇具中共特色的基层组织，实际上是党的最小的职能机构，但且不可小觑。它深入每个社区，监察民情，传递政治思想，以群众监督的方式来管理每一个居民，其影响力和控制力之大，远远超出一般权力性机构，如同一张疏而不漏的网络，
牢牢地掌控着普通人的命运。对于西藏来说，成立于1959年平叛之后的居委会是西藏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，在藏语里简称乌尤内康。当时拉萨市的社区组织城宽区由3个社区构成，东城区、南城区和北城区。文革期间，每个区是一个办事处，分别叫东方红办事处、胜利办事处和卫东办事处。每个办事处下面又各设有4个居委会，共有12个居委会。如东方红办事处下属居委会有河坝林、铁崩岗、巴朗雪、基日。胜利办事处下属居委会有八角街、冲色康、鲁古、热塞。卫东办事处下属居委会有木入、陈木岭、登金岭学。这些居委会在文革当中纷纷改名，如立新、卫新、永新、向阳之类。另外，每个居委会的辖区内都各有寺院、佛殿、佛教圣物等等，如大昭寺就属于八角街居委会的辖区。这些都属于各居委会各自要破的私旧。文革后期，居委会多有变化，合并或者分社。随着近年来人员增多，建筑增加，地域扩大，如今拉萨市共计有28个居委会。补充，至2015年有110个居委会，包括拉萨宁县如达孜县、莫竹崩卡县等地的居委会在内。居委会的成员用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的朱熹的话来说，都是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。他介绍说，居委会的编制通常为7人，1个主任、2个副主任，还有4个委员、治保委员、妇联委员、卫生委员和团委员。每个居委会都有党支部，通常是书记兼主任，如今基本上不再兼任。主要负责人每月有工资，其他成员有补贴。如今每个居委会都有各种隐形收入，如摊位收入、地皮收入、三轮车收入、计程车站收入等等。听说有的居委会头头其暴富、奢华和腐败程度远远超过旧西藏的所谓3大领主，这说明无论在政治突出的时代还是经济为主的时代，居委会始终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至于文革时期，居委会最主要的职能是列民二治。具体而言，即首先排队把居民分为4种：依靠对象、团结对象、保护对象、打击对象。其次，用粮食或户口相威胁，也就是说，若有不听从者，则予以取消粮食供应以及吊销户口的惩罚，使其成为被剥夺了生存权的黑人。这是相当厉害也相当有效的一招，没有谁对此不惧怕的。莫如居委会的居民朱记说，当时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有26斤粮食，其中10斤烩面，16斤糌粑。如果不听从居委会的安排，把粮卡取消了，没有糌粑吃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厉害？互相监视、互相揭发、互相斗争，这些手段太残酷了。一位藏人老作家这样总结，居委会是真正执行极左路线的一个典型，在文革中比任何一个机关单位都过分。谁不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，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，就是说立场不坚定。那些居委会的头头都是土皇帝，权力很大。当年因出身不好而备受歧视的尼玛化名是提崩岗居委会的居民，也回忆说，居委会的权力很大，那时候只要是成分不好的人家里，小孩子哪怕是穿了一件新衣服，也会被干部们质问，为什么你们有新衣，我们没有？家里打酥油茶也会被质问，你们的酥油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我们没有，你们有？炒个菜，锅里倒一点油，发出擦的声音，被他们听见了，又要盘问，你们炒菜的清油是从哪里来的？那种日子啊，想起来就害怕。
事实上，如今谈起居委会，仍然有很多人消除不去畏惧之心。有位出身贵族的中学教师，当年还是幼稚孩童，在我采访结束后反复叮嘱，千万不要写是他指认了照片上的哪几个积极分子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报复。突然浮现在他眼中的恐惧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早已远逝的文革时代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